111年大概就完工了，会将这新乡大概请入来内底安坐好势，看一时来举行建造大典。台市公安境有超过300年的历史，庙内嘛有真侪文物。这摆修复主要要保留原始的形体，要展现庙宇的历史价值。阮嘛将这门神也是这支旧的，拢留伫阮遮要陈列。阮价嘛拢已经做好啊，阮即摆是等阿舅哩，因为惊人去摸着歹去。讲公安局嘛，佫有一个公安社，迄个 logo 啊，可能是若伫台南市来讲的，找无几间有迄个 logo 足水，佫有石路啦。目前修复计划已经进入完成的阶段，庙方嘛伫今年朱富千岁生日进前，要选一个好时间、好日子入庙安坐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